奶奶问你个问题好不好？好哦，是不是啊？在夏天的时候啊，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，应该避免带毛小孩去散步，对不对？对哦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怕中暑跟他的脚会烫伤啊，对不对？大家记得哦，夏天的时候呢，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时候呢，应该避免带毛小孩去外面散步，因为外面的温度呢，33度到35度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柏油路的温度已经5、60度，对不对？很高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真的非要在这段时间散步的话，应该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水，还有吗？哦，对，要走阴凉处。啊，还要吃零食哦？没有。好，有这段时间要出去的话呢，要注意补充水分，跟尽量走阴凉处。然后呢，在外面不要太久时间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拿你的手或者脚放在柏油路上，花个3到5秒时间去感受一下柏油路的温度。如果你的手跟脚是可以承受的话呢，就代表说是可以去散步的哦。所以呢，夏天的时候呢，要注意这些事情哦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心自己家的毛小孩。夏天真的非常热，让他们呢安全度过这个很炎热的夏天哦，好不好？